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成都世大运特别刷股，今仔日是上尾一天。昨昏，咱台湾队一天就摕到一个金牌、一个银牌、2个铜牌，拢是羽毛球项目摕到的。咱台湾代表队所有比赛嘛，拢已经结束啊。这届总奖牌数，敢若是输2017年的台北世大运。这一届的成都世界大学运动会，咱台湾队计共摕到10个金牌、17个银牌、19个铜牌，计共有46个奖牌，成绩是比顶一届拿破里世大运也搁较好。那这个成绩是排有史以来第2名，敢若输2017年的台北世大运。咱台湾队。其他消息，咱来关心风台过后，即马南投的仁爱乡河是落雪灾情，目前还搁咧抢救。罗山温泉区阁有真侪民众掉伫内底，搜救队有用溜索啊，甲民众接出来。空勤直升机嘛有空投物资，而且有协助甲患者送去病院。民间即马嘛有越野机车队甲物资送入去部落内底。公路总局即马嘛当地抢修车路。空勤乌烟直升机测试透早载500公斤各种生活物资前往南投县仁爱乡投放，随协助分享温泉山庄一个有心的负责人，也甲离乡国小一个90多岁患者吊挂后送就医。我是心脏不舒服，心脏不舒服啊，现在有水电是完全断电的。风台大水影响仁爱乡罗山地区，第14线75.9公里中央桥路段路基严重冲蚀塌落去。公路总局玻璃工务段紧急封路灌浆，另外罗山往多达川的路嘛是断几落位。现在族人都用步行的回去，这里应该过没多久就会整个垮下去了吧。民众有所慢慢出去兑换，上诉搜救人员伫塔罗湾溪两边设欢迎度的所测试已经协助21个人撤离，并运送救生衣、两桥加牛奶粉这物资。另外，那官方救灾单位专业动员，民间网络热心的人士组成越野机车队，准备将生活物资送入精英部落。精英部落他们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没有水、没有衣服，小孩子没有奶粉、没有尿布，他们现在有困难，当然是人溺己溺嘛。大型工具机进行作业，台北线中环便道3.9公里进行大规模崩塌，一粒500立方公尺的大石头挡路，各关工务段趁好天开始裂解作业，一定车站下晡4点上通。那由于这个地质是变质砂岩的地层，所以这巨石非常坚硬，难以打除。公务段也在增加工作面，希望可以再调派机具进来协助。公路总局提醒，除了中环便道中段，第14线九庆南到雾社、春阳到罗山，一家第14架线雾社到清境路段，拢当调派工具机抢修。山坪因为真无稳定，若这个落雨，恐惊会佫崩塌。呼吁用路人，若毋是必要，请毋通前往灾区。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南丰川灾情上界严重，和土石暗掉的加油站目前也佫无法度处理。总统蔡英文伫昨下晡有专工去现场了解状况，嘛强调救灾的任务要先甲道路拍通。当地人已经开始为咧拼厝内啊，也毋过有一寡所在也无水无电，也无法度拼。为第14线一路向南投仁爱行，沿路也是一直帮摇背少路也是积水，只比较受灾上严重的南丰川虽然第14线已经畅通，受灾严重的加油站，到即马也是待伫土堆内底。还好，习惯了。对，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趁好天，居民赶紧将家己厝内落雨毛清掉。暗过对面农会仓库也是全部浸伫落雨毛内底。农会人员表示，伫遮原本放真侪农业资材抓伤，甲肥料即马个人救偌济算偌济。这个因为现在目前没有水，对，也没有办法清，对，那就只能大概目前是先这样子。因为山区土石松软，含水量也是真大，第14线四界拢是大大细细崩起的所在。工务单位调来大型机具已经全工抢修，暗过道路受损范围实在伤过大，工程难度比细。一直到94K， 总共有13处非常严重的坍方，以及4处非常大的一个路基缺口。那其后我们就进驻重型机械。
总统蔡文也伫行政院长郑文灿甲相关部会陪伴之下，到受灾上严重第14线71公里的南丰川路段，除了卫冕工程人员，也表示目前三大工作方向，第一就是恢复交通。如果道路受阻的情况，会尽量的排除；如果道路出现裂缝，也会尽速的回填。总统蔡文也表示，除了到83、85、89线拢在抢通当中，也执行相关单位清点民生需求，损害赔偿加重建计划拢系由诽谤令专业检计灾害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洪泰引进西南风水气真高，昨昏伫高雄的前镇凤山左营嘛拢是落甲淹水，加上中岛过水拢退啊。另外，平坝客路桥的桥墩有损害，伫高雄桃园区的3个里，即马对外交通拢断去。昨下晡，行政院长陈建仁嘛有去现场勘灾，公路单位即马是有估讲伫今仔日就会当先开放予人员出入，即个拜六应该就会当开放轿车通过。机车经过喷起水，用要将车桥调离，气象局针对高雄北部大水河提部，17早起11点左右，左营区、凤山区、仁武区3点钟，雨量就超过100毫米，出现积水。前镇区积水到机车半个车轮悬，凤山区也路段积水到大人的骹目。下的比较大了，可能前面那边哦，那边的排水孔没有通了。在南东区也因为暴雨，真侪所在积水，林心路地下道、南康街一直不水，大龙地下道也因为积水封车道，水富路甲东门路3段也伫短时间内积水差不多10公分这么悬。你看了大概有下快半小时，然后完全是淹到，也有摩托车完全启不动，就停在了路中间。积水拢在中道，豆提起暗晡对高雄桃园区梅山、那富兰、复兴第3里里面来讲，算是为卡努洪泰甲即马议员亲像在孤岛，因为明白客路桥议员无修好，行政院长陈建仁下晡也去登桥的所在巡视。方便桥的上游侧，我们去要规划来设置了一个预筑混凝土大化剂的箱型梁，桥面高也提高了18公尺，的道路宽度是7.5公尺。那这个工程已经在6月决标。交通部提登记计划，往水头起高较悬的双行梁，按照民国114年8月完工，第期抢通部分是伫侧边开放人员通行，12人车拢能通过。是不是以后我们再加挂一些安全设备假如说有一些紧急的救难的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做一些规划升级。市府也在考虑强化影响对外交通登记的时阵，引导3项运补不足流量的功能，可以发挥更较大的效用。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继续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南部山区拢爱设置局部大水雨。同齐来看分图。洪泰卡诺引进西南气流，甲单也搁影响咱台湾。中南部、南部山区会继续落雨。气象局伫今仔日有针对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爱设置向雷公雨透强阵风。伫山区因为雨水较高，落雨过了后，土石就较松软，有水崩山的危险，所以民众唔通挖紧。温度的方面，气象局有针对花莲发布高温红色的灯号，高温有机会升悬到38度。若台东、宜兰是柑仔色甲黄色的高温灯号。另外，伫日本东南边的海面上，即马阁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伫今仔日有机会就结做今年第7号的风台蓝温，伊有可能会行向日本，看起来对咱台湾的影响较小。根据农粮署的统计，受卡诺风台影响，农业损失是1亿3000多万，其中南投占9成。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统计，菜市的大盘平均的价销，即马是已经升悬到1公斤爱50块钱，比过年也阁较贵。南投县南丰村一直落大水雨，过节横甲种柑仔边的温室拢受到严重影响，好多民众唔甘。有诶冲掉呀，雨棚上严重的是拢飞了去啊，嘿，迄即声开嘛，阁济啊。产地农损严重，民众买菜市水果真感觉，高丽菜、青花菜价钱拢变悬，油菜类也变贵。小白菜那种的就差很多啊，礼拜天就买没几样就200多块。那像平常我们200多块就买了好多样，像高丽菜啦什么这些都比较高一点啊。叶菜也变贵这样。有变一点点，
农业部统计，受卡努风台影响，全台农村金额1亿3000多万，受损上严重是果菜，第二是柑仔蜜。计销反映伫市场，青花菜起将近3成，柑仔蜜起38.3%，包心菜计销也起将近2成。其中柑仔蜜每公斤计销已经起超过100块。农粮署分析，因目前毋是柑仔蜜大出的时阵，种拢伫山顶，短期来计销较歹讲，油菜类拜3左右就会回稳。明天可能因为休息一天，那个需求也很大了。那可能在后天过慢慢会就是价格会回归平稳啊。农粮署表示，油菜产地虽然受到最后影响，不过恢复较紧，最近也协助农民释出两种所在平稳计销。不过若是刷起个风台有其心理，也会予菜个起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风台卡诺外围宽流带来真高的雨水，全台湾的水库集水区因为上大雨，水库拢要填啊。经济部伫昨昏嘛调整水情灯号，即马全台湾敢若剩台南是水情提醒的青灯，其他的县市即马拢已经恢复正常的蓝灯。台湾上大的水库占文水库蓄水率嘛已经有5成，农电水利署即马就表示，接落来灌溉用水无问题。来关心联合报，台湾碳权交易所伫高雄揭牌，碳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伊表示，明年第一季环保署的碳费征收标准出来了后，就会开放咱国内碳权的交易，按算伫明年顶半年会完成。来关心中国时报，日本媒体即马引用政府官员的消息有报讲，日本政府打算伫8月底至9月中这段期间，会将福岛第1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大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伫这个月中会去美国访问，要去参加美国、日本、韩国的领袖会谈，伊嘛向这个国家的元首做出相关的说明。那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的副总裁麻生太郎，昨昏是来咱台湾访问，这嘛是台湾甲日本长到半世纪以来来台湾访问层级上悬的自民党的干部。麻生太郎会伫咱台湾踮3天，昨昏伊头一个行程就是去对苏前总统李登辉。那今仔日也发表演讲，嘛会甲咱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见面。台湾に到着された心境を聞かせてください。伫新事部亲切向台湾民众热手问候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过12年，搁再带团来台，伊是台日断交51年，访台层级上悬的自民党干部。麻生太郎一行人下晡头一个行程，先经五指山国军公墓参拜前总统李登辉，李安尼陪同麻生太郎表情严肃，鞠躬致意。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让他可以，然后尤其还可以看到日本台北市。82岁麻生太郎，2008担任自民党总裁，出任日本首相，2012再任副首相，从政经历丰富，搁个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重要盟友。甲几若摆发表支持台湾言论，互看作有台派。访台除了关心台海情势，嘛解读是想要了解2024事台湾政局发展。因为好友与高文哲拢会去日本拜会麻生，这摆伊嘛会和赖清德见面，受到外界关心。日本政界现在一个是台湾的选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台海的情势比较紧张。那么作为日本来说，台海的这个台湾会何去何从，对日本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有别于以往只是跟我们台湾进行一个这个务实的这个非官方关系的一个发展那它现在已经升格到这个主官方那这是代表台日关系的提升麻生吹气案，先和甲日本关系真好的王金平、尤锡坤甲台日协会长苏家全晚宴，除了出席凯达格兰论坛，担任演讲嘉宾，接受副总统赖清德午宴款待。下晡去总统府会见蔡总统甲赖副总统，尾暗阁去台北市政府和市长蒋万安会面，停留3天，行程圆满。深化台日关系以外，嘛展现对台湾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一直拢有伫南海有主权的争议。菲律宾的海巡队就指控中国的海警队测5时伫南沙群岛，为着要阻碍菲律宾的补给船，有向船只射水炮。针对中国这款行为，美国是谴责中国，嘛认为中国已经威胁这个所在区域和平。中
中国海警一直向迄画面的船射水炮，去挖翕画面的船距离真近咧行，最后直接挡伫个船头前，唔准船向前开。菲律宾海巡队册立公布这段影片，强烈谴责中国海警的行为，表示受到攻击的菲律宾补给船只是菲律宾武装部队租用的。要去南沙群岛的仁爱暗沙，替驻守当地菲律宾部队补给粮食、水加燃料，却受到中国海警发射高压水炮，是不适当甲违法的行动。The National Task Force o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led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Eduardo M. Año, strongly condemns the aggressive, dangerous, and unlawful actions by the Chinese Coast Guard. 菲律宾军方表示，在中国海警的阻挡之下，造成2只补给船，其中1只无法度落物资，所以无完成补给任务。认为中国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上避免小客原则、加南海裁决嘅国际法。因为每一档经过南海海峡嘅贸易经协达到5条美金。过去中国主张有规个南海嘅主权。虽然在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重视仲裁法院，认为中国嘅主张是无效嘅，不过中国所用裁决无法律的根据，有关常常用海警船对进入南海海峡的附近国家船只，做实境强制驱离，才有威胁性行动。对于这个事件，美国国务院甲加拿大、日本的驻菲律宾大使馆嘛用社群平台 X 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海警的行动。美国阁指出，这行为威胁南海的状况，嘛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中国海警局是伫初六回应，讲这是照法律阻止菲律宾船只，要求菲律宾即时停止伫南海侵害中国权利的活动。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伫泰国最近薄荷巧克力豆这款饮料真抢，这是因为前总理戴克辛的查某囝贝东丹真爱啉。会变到这抢的原因，是因为顶礼拜为泰党宣布立场和前进党无共，佮加外军方的人士同齐啉这款饮料的庆祝。即马才互媒体形容讲，这款饮料是晚辈朋友的饮料。店员甲巧克力淋伫个薄荷饮料，再来个淋青年油，这是泰国为泰党总部咖啡店所推广的一款饮料。最近订单真满，快速大红的程度，互店员嘛真意外。คือไม่คิดว่าอยู่ๆมันบูมทีเดียวเป็นเพียงทีเดียวเลยครับก็เลยตกใจเรียกว่าใช้คำว่าตกใจว่าแบบโอ้กระแสมันมาเร็วขนาดนี้นะ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แต่ว่า这款饮料真受欢迎原因之一，是因为伊是泰国前总理戴克辛的查某囝，也是泰国总理候选人贝东丹的最爱。保守党派的政治人物原来会点一杯，不过薄荷巧克力的饮料最近煞互人抵制，因为顶礼拜为泰党宣布要甲前进党分开，甲亲军方的人士会谈，双方摕薄荷巧克力的饮料共同碰杯。当地媒体讲，这款饮料是反背朋友的饮料，所以一寡咖啡店都宣布停止卖这种薄荷巧克力的饮料。แต่พอแบบมีภาพออกมาเรารู้สึกแบบอ้าวยังไงอะไรประมาณ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ากกว่าค่ะก็เลยรู้สึกแบบคลางแคลงสงสัยในตัวของ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ด้วยแล้วก็คุณหมอเองด้วยเนี่ยค่ะ为泰党甲要推选第三候选人赛塔竞选总理，为着避免总理人选持续叫军方甲保皇派抵制，放弃修改有关冒犯军主法的法律。不过赛塔进前嘛发生涉嫌替公司逃税争议，所以伊嘛真介意。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และนายเศรษฐาทวีสินขอยืนยันชัดเจน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ม่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แก้ไขมาตรา112และการจัดตั้งรัฐบาลใหม่จะไม่มีพรรคก้าวไกลอยู่ในพรรคร่วม离亡海外17年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本来要伫初10返去泰国，伫总理人选不明的情况下，戴克辛表示会延后返去泰国，不过未超过2礼拜。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极端气候即马愈来愈接，这是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初7的时，因为落大水雨，造成一台火车败马，有3个人受伤。不过，伫南欧的西班牙，即马是出现今年热天第3波的热流甲效应，高温嘛引起野火风险。这个有40车厢的火车，伫咧经过瑞典东部乌里克斯瓦尔一个路段的时阵，突然间败马冰车。这个所在因为气压系统旱湿带来大雨一直冲入，和铁轨路的地基送去，车顶100多位乘客有几多个人受伤送病去。大风加雷公雨造成当地停电、
波罗的海加北海几大渡船，也个部分的空中运输拢停来。挪威暂停部分的铁路服务，几多场卡球赛也延期。瑞典加挪威气象专家发布相关顶级的红色警戒，未来一礼拜有几多天会受到影响。一寡所在伫咧刷落来24点钟久内落的雨量，将会是以前一个月甚至是一个月以上的量。挪威可能会拄到25年来瑞典是半个世纪以来上严重的大水。伫边仔丹麦也出现强降雨，芬兰气象专家讲，这礼拜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雷公雨。因为西班牙已经开始一礼拜热天气，这是今年第3波。气象专家讲，这边会更加猛，范围更加宽。空气热搁加速，和水库蒸发的速度变紧。这个地水库调水量存42.2%。Una masa de aire de origen norteafricano muy cálida y muy seca, y esto va a impulsar las temperaturas más hacia arriba. Es un episodio que afectará, como digo, a la mayor parte de la península ibérica, y las temperaturas van a ser extremadamente altas, podrán superar los 44, incluso 45 grados. Hay que estar muy pendientes del riesgo de incendios forestales. Vamos a. 伫咧葡萄牙900多位消防员，一个16台消防直升机，一个伫咧应付顶礼拜六发生，分别伫咧首都里斯本南边甲北边的2场野火。当局已经宣布，野火对全国120几个城市造成正大风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西班牙第2大城巴塞隆纳是观光区，不过有一寡游客甲民众会加路黑白旋招，致使这个观光区是臭迷蒙。即马就有一个艺术家伫加路安彩色的绕道，希望要提醒大家爱有公德心。巴塞隆纳路边的高墙顶，最近有一寡色彩正水用钻膏的放流槽，这是西班牙城市艺术家琼科萨上新的创作，用这种装置艺术提醒民众唔通搁在伫咧高级的边边乱放流。Very, very good artistry.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more of these around all of the key sites, just to bring home the awareness of the smell and the facilities that are needed as well. 西班牙第2大城巴塞隆纳，湾地中海，也是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全市有160万人口。相传是旧加泰基的将军建立，建成已经超过3000年，了后罗马人统治，所以巴塞隆纳的建成时间是比罗马更较早。不过，这座文化古城则因为民众无公德心，四处乱放尿、臭毛毛，所以艺术家琼科萨想要做改变。normalizado que Barcelona huela pipi。巴塞隆纳有真侪历史建筑甲文化景点，当地包括圣家堂、加泰罗尼亚音乐厅等8个所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也有巴萨加西班牙人2个脚球俱乐部。伫咧1992年也办过夏季奥运，更加获国家地理杂志评做50个人生一定爱去过景点之一。琼科萨希望今年热天会当伫巴塞隆纳装100个这种放流槽的装置艺术，提醒民众较有公德心的爱护这座城市。Hay que buscar una solución y este artista con esta performance puede que esté buscando ya la solución. 巴塞隆纳唔敢若是味歹屁，今年热天天气也真热，这礼拜温度就升到摄氏36度。市政府就甲城市内面，包括图书馆、学校，总共200座公共建筑物内面的冷气拢开开，和民众入去内面纳凉。去年热天就超过12万人，该当作休热中心。因若西班牙正面临着今年第2波的热天气，南部地区的温度甚至已经升到摄氏44度。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经过1年的谈判，美国国会通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的实施法案，正式交予白宫去签署。白宫伫拄则嘛有发布新闻稿，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署好势，法案正式生效。来关心乌克兰是表示，俄罗斯的军队发射2粒飞弹去攻击乌克兰东部的城市波克罗夫斯克。泽伦斯基即马表示，俄罗斯攻击一般的人家厝，造成5个人死亡，31个人受伤。受伤的人内底有警察、有救援人员，还有囡仔，目前拢在抢救。来关心美国加州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出动直升机去拍火，想袂到2架消防直升机无细意煞烧弄，其中有1架摔落来引起地面的火灾，火轮机顶3个人全拢过身。目前火已经拍花，嘛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有台版晶片法案的讲法的产业创新条例第10条之2，昨昏正式公告。半导体、电动车、5G 这类创新技术的公司，政府会提供税金的优待。但是企业研发的费用超过60亿，还有研发密度超过6%。另外，还有买先进制定的设备，开超过100亿，符合这3大条件，拢会当去申请投资的开销来抵税。行政长陈建仁是表示，政府是希望把先进技术产业的根留伫台湾。台版晶片法初次正式公告上路，针对半导体、电动车、5G 技术创新，而且伫国际供应链关键地位的公司，互因租税奖励，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研发，还有关键的技术、关键的生产都根留台湾。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厂商大家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台湾继续在半导体的发展上具备有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为了兼顾台湾关键技术产业链的地位，台版晶片法提出历史上上大投资抵减租税奖励，让做企业研发费用达到60亿，研发密度达到6%，也甲各地先进制程设备支出达到100亿，才当申请。提供的租税优惠包括渐渐创新研发支出的25%，会当抵减当年度营收税额，也有各地先进制程机器设备支出的5%，会当抵减当年度应纳营收税额。外界预测包含台积电、鸿海集团这些大厂，有希望符合申请补助。台湾基本上在技术跟客户的订单来源跟技术来源上，很多都是跟北美那一带会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在想，台湾自然而然会受到晶片法案的影响。如果跟这个其他像美国、欧洲，那么或者是在这个印度、日本，他们的一个半导体振兴政策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在国内的部分是比较针对这个大型的半导体业者，那么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补助。那相较于其他的一个国家，那么普遍性的是比较适用于在各个的这个大中小型的一个业者。专家认为，台版的晶片法对大型半导体业有正面的帮助，不过政府补贴辅助中小型半导体厂商煞看得到吃袂到，呼吁应该广泛补助有前景、有潜力的本土中小型半导体业者，协助增强营运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东莞大露营伫韩国举办，咱台湾嘛有1600多人去参加。不过活动的期间是一直风声有人掉沙，佮互网啊定，甚至佮有人确诊，互相烧过，问题了了。世界东莞总会即马是考虑讲，风台卡诺得要来啊，所以伫昨昏已经决定要甲即个活动提早结束。世界东莞大露营的开幕式，台湾的国旗出现伫舞台荧幕。本届世界东莞大露营8月初开始，伫韩国的新万金营地举行，有超过150国，差不多5万人参加。咱国原来有1600多人参加，因为当地高温，头一天就传出将近400人掉山。地属英美这国家的东莞成员陆续撤离。Over the past 24 hours, we note the significant resources which have been mobilized to improve the campsite's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to help participants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the severe heat wave affecting this country have had an increased improvement. 参加人嘛传出去网虫加着甲确诊的情形，也有台湾的东莞讲，虽然有大热、土粉加网啊，不过也是享受东莞的生活。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同，不过袂少台湾家长因为烦恼囡仔，陆续向总会询问。对这件代志，教育部是讲，因为卡努风台伫要去啊，真热，也有网虫这因素，东莞总会已经正式向大会请求撤离。台风也要到了。部分团员的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跟大会甚至提出撤离的要求。蚊虫比较多，几位是有那个 COVID-19， 在韩国他们当地的医疗有隔离，可是这个都康复了。考虑风台为初9开始影响韩国，世界东莞总会评估了后，决定请各个代表团为初8开始陆续撤离营地，可能先安排伫首尔，还是附近的饭店，还是学校，咱代表团嘛配合办理。8号早上撤离这里，然后会跟着他们一起去首尔的地方，然后在那边驻营，然后一起进行同居的活动。还有学到一些可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所以总体来说收获其实蛮大的。天气的状况可能不如预期，就是蛮热的。
因为咱代表团的人数袂少，大会会提供正大甲医疗照顾以及特例的交通安排。大会计划20日举行闭幕式，安排一场演唱会，为活动做一个结束。10日开始离开送机。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5股的民义路，昨下晡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过车路，去互一台奥多摆弄着。家属是讲囡仔是行伫斑马线，也毋过骑奥多摆是讲囡仔是雄撞出来的。因为现场无监视器，警方即马当地厘清事故的责任。警方于7日16时许接获报案，称于五股区民义路上有普众机车发生交通事故，经了解为机车驾驶与路人发生事故。警方立即到场测绘，排除车祸，并立即调阅监视器，厘清相关肇事责任。警方是表示讲，这个囡仔甲伊12岁的阿姊，昨下晡4点外行伫斑马线要过车路，去互一个34岁姓张的骑奥多摆的去弄倒去，造成囡仔的面去挫伤。伊讲，这个囡仔是雄撞出来的，伊才会去甲弄着。这个骑奥多摆的查甫人并无食酒，伊的酒测带是0。事故的原因，即马警方当地厘清。继续关心，为着要打造多元性别平等、友善的工作环境，台北市政府已经连续4冬拢有推动工课场性别平等认证。今年申请的企业比英国加5成。劳动局就表示讲，透过这款认证，会当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安尼公司就会找到更加侪优秀的人才。国内最近MeToo事件呛滚，促使新版的性平3法7月底伫立法院完成修订。北市府连续4年推动这场性别平等认证，今年的申请数嘛比往年加5成。其中男性员工比例悬的台北雨伞公司，搁较是第3届申请摕认证，并积极聘用1000女性员工，要来推动这场性平。女性员工的禁用禁用这一块，还有就是参与决策这一块，我们过去劳动局提醒是指标这个比较落后，那所以我们今年就针对这一个部分，我们有做一个补强。北市府是目前全亚洲头一个，也是全台唯一吹杀这场性平认证的县市政府，总共有8大指标31项基准，包括推动性别平等相关机制，促进薪资财务性别平等。促进性别平等教育训练、优先怀孕生育、职场安全性别优先措施等8个指标。劳动局讲，在高龄无爱生囝的时机之下，企业欠工真严重。透过这款的认证，会当提升公司竞争力，嘛会当找到更加多优秀人才。这都是参考了这个联合国跟欧盟的一些国际组织所制定出来的。企业有这样的一个认证之后，他也可以去检视一下他们公司、他们企业在这一块所做的这个过去的作为，是否是符合现在所谓的性别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过劳动局嘛讲，虽然今年有30来间企业来申请，因过无一定拢会当通过这么严格的标准，不过会当帮助企业找出问题甲缺点来改善精进。这嘛是市府希望达成的目标。对用心的企业来讲，嘛会当提升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新北市的三峡有一只蛞蜞伫外口热烧，民众看到了后，先摕篮甲蛞起来。动保处通知动保处到现场来抓，即马嘛已经通知蛞蜞的主人，甲即只蛞蜞抓回去啊。主人是表示讲，因为这几日拢在落大雨，窟内的水伤甜，才会互即只蛞蜞逃窜出来。也毋过互宠物走出来，即马会当依照动保法上悬罚15000块。蛞蜞一直令动保人员用力舞一困，才甲伊再转去安置。接到民众报案讲，民家外口有蛞蜞。哈咯，直接看到一个花就走起来了。蛞蜞伫外口拍拍走，是发生伫新北市三峡山区的建安路。看到蛞蜞，自好拢真意外。在场的少年人做伙用篮倒壳，暂时甲砍掉的。就是出大水念，蛞蜞走落念。你细只你哪惊？细只伊也袂甲你入，伊若莫甲你入是袂惊啦。这只蛞蜞毋是野生的，进前因为连续落大雨，饲养环境水位溢出来，造成伊脱毒。经过新北动保处的检视，抓到的品种是目镜蛞蜞，国内会当合法饲养，目前饲主已经甲领回去啊。将依动保法第31条第1项第9款，开罚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饲养鳄鱼饲主必须接受动物保护讲习3小时。
持半年外无细字刷扣走去，依照动保法上悬罚万5块。新北动保处嘛提醒，咱国内无野生酷鱼，做宠物嘛真罕见。万一若互我拄着，爱摕去较安全的所在，千万唔通随便攻击，也是甲掠倒转去。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伫屏东是传出有民众连续3天拢看到海霸出现伫海沙坡，民众赶紧用手机甲翕落来。屏东的海生馆是强调讲，因确实有饲一只海霸，也毋过这只海霸目前也伫海生馆内底，所以学者即嘛是推测讲，应该是有人偷饲，落尾无爱饲啊，才偷掠来放。海霸为画面亮灯大海，最后消失伫海洋内底。啊，毋过详细一看，则是伫屏东旭海海堡。当地民众表示，8月初4到初6连3天，拢有人看到海霸出现。本来就是18周过去，一直到用手机录画面，才确认是海霸。刚好带手机，就是遇到那个动物，就是确定那是一只海豹。在2、3年前，我们的同事在阿朗伊古道的时候，也是有去看到海豹在那边游泳，也有上岸。讲出来大家都不相信，又怕被别人笑。台湾发现海霸也不是第一摆，历史资料记录，1932年台湾都发现野生海霸记录。2013年，台东南势东清湾海堡发现一只斑海霸尸体。2011年10月，新北市片头渔港有4只海霸被起伫码头边木架休困。今年8月，海霸出现伫屏东海堡。海洋生物学家表示，海霸生活伫温带、寒带海域，台湾附近环境无海霸生存条件，可能有人偷饲了后放杀。偷养之后，可能电费太贵，可能知道可能要被抓啦，各方面的理由，那就趁大家都不注意，再偷偷放掉。也希望这只海豹有机会能够顺着黑潮跑到日本以北，要不然我是觉得它很快变成鲨鱼的美食。学者认为，海霸位摆所在收甲台湾的几率并不悬，因为台湾附近温度对海霸来讲相对悬。海生馆表示，这只海霸不是为馆内逃出来，目前饲一只要为海霸安全健康伫馆内生活。啊，不过会伫台湾附近看到海霸是真罕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有民众伫中华社头清水墘的18弯古道，发现有上千只那亲像是破病、全红弹条的烟墩。有学者即嘛是烦恼讲，破病鸟仔乌白片会去影响原生种的生态。即嘛相关单位已经去现场采检，嘛已经消毒。即嘛要掠出来到底是啥乌白弹？中山步道边啊，规涂骹的烟墩，有的是鸟仔门落了，剩一口气；有的是走到车路去用交过。中华县社头乡清水墘18弯古道，疑似去用等2000外只烟墩伫遮，互经过民众感觉真惊吓。拄则人嘛掠几啊只尸体啊，真的很残忍呢。整个马路啊，车高架呢。陈庆福讲，当地是水源保护区，日前举办夜间生态导览的时阵，发现大量死亡的烟墩，可能是有人不爱饲恶意等伫遮。或者是民间放生的行为，或者是烦恼烟墩带有禽流感的病毒，会影响到当地原生的物种，造成生态浩劫。呼吁主管机关应该赶紧来移除。这一些不健康的个体呢，它可能会带有一些疾病，像禽流感之类的疾病，那也可能会传染给当地的一些原生的一个物种。而造成生态上的一个问题。查获确实是禽流感的案例的话，可以裁罚5到100万，就会违反到那个会弃物清理法。那我们会请警察单位提供看看有没有影像来追查，是不是有民众来恶意丢弃。中华县动防所表示，已经派员采检消毒，搁请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掠凶手。若是确定检体有传染病，会使以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开罚5至100万罚款，但施废禽畜废弃物，另外会使以畜牧法处3万至15万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父亲节，祝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华山基金会第3园茂先举办父亲节音乐餐会，伫大饭店办20桌，邀请较弱势，也阁有家己大爷老大人同齐来食饭。现场阁有5个超过100岁时代，因组一个打击乐团表演节目，现场的气氛是闹热滚滚。这5个超过100岁时代。斗阵演奏老歌也来响，来展现因的活力。
这个闹热的场面是华山基金会替毒机甲弱势社会人举办的一场合作优雅变老音乐会。现场的气氛是真热佮活泼，大家拢真欢喜。102岁，什么乐事都可以。哦，你哪里都能，被子啊，奶粉锅啊，灯子啊，鼓棒啊，这鼓棒啊，什么都可以。一个食到102岁阿公，伊身体真勇健。伊常在出门甲朋友做伙用生活用品来练广告，练团是伊上界快乐的时间，嘛是伊健康食饱日的撇步。这几年办了一个人瑞的打击乐的活动，希望把这些长辈呢，借由这些音乐，或者是借由走出家门，能够跟他同年龄的长辈做一个交流。每年的3节，我们都会为这些长辈办理3节的庆祝活动，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华山基金会表示，在全台湾有说400个爱心填晒站，服务要3万的失能、失智、甲独居、无依无靠的老大人。最近大家拢咧替老爸做父亲节，基金会嘛邀请要100个阿公甲阿嬷，伫大饭店开20桌，甲因做父亲节，嘛希望社会各界会当关心这阵较弱势社会人。记者综合报道。那家己的落脚有生肖班的少年农民，伫温室内底，即马开始试种一款甲手盘变大的西瓜，而且连皮拢会当食。因为目前产量较少，所以一般的传统市场也买无，干那先锁定高级水果市场才有咧卖。新品种嘛拍破大家对西瓜的印象。对啊，西河城诶，不知道西河城。一刀甲西瓜破开，这是大家食西瓜进前真熟悉的画面。但是家己县的六甲乡有青龙种一种比一般西瓜搁较细品种，大细粒真正差真多。在国内的家庭人口，可能它的结构可能变成小家庭会比较居多，或者是单身，或者是夫妻俩，这可能一次就可以把它吃完，就不用担心它还要储放的问题。对产销班长来到门市采收，一粒甲手面差不多大的西瓜，重量有550公克到650公克重，连皮拢会当食，食到的人拢讲口感有影真特别。因为口感，然后很脆，又很甜。这个很小很可爱，一次吃完都不会觉得很大颗。一般咱青龙的拢会就加一些糖尖嘛，就是糖是一些比较新的品种。那我们也是跟农友公司合作，瞬间小面积试种，看是不是先试水温。那我们发现其实还蛮让那个消费大众喜爱的。产销班长表示，目前因为种植的面积无大，所以伫一般市场还阁买无。未来已经有暗算要来扩大种植的范围，希望替六甲乡的农业特产带来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镜头来台南是有举办家当入潮流木雕修复的体验活动，带学员实际操作修复的流程，嘛进一步让大家了解保护文化资产的重要性。学员固伫咧顶下道头前，先观察顶头的图样、花鸟甲人物倒位有起角，落尾对着西花骹步，甲要修复的所在黏住笔纸、减描画形，这是修复进程的基础工。学员修复的是有86栋历史的昭和12年蒙陵顶下道，因体验做一工家当入潮流木雕修复师。了解到讲，伊这个家当入潮流吼，原价到底是安怎来？他们是怎么样子修复啊？然后修复的过程会有多么辛苦？这个物件要去揣摩出来，迄是最重要。因为修复的工作大部分拢做甲一个知影人去雕刻尔，毋过你知影雕刻，毋过你毋知内底伊的内底的内容是啥物物件。老乡们讲，家当入潮流是府城特有的工艺，利用家当甲潮流两种设置甲定度无同的木材叠落去的技术。这摆活动学员除了学到艺品制作的知识，嘛体验修复过程的趣味。另外，标方表示，庙内有丰富的文物，上快出名的是府城4大名片甲大算盘，伊嘛安排专业的老师甲学员做详细小解。香炉啦，金炉啦。花干啊，一寡物品啊，拢有保留来，拢伫迄个文物馆做展示。为了要推广宗教观光，台南市管理局甲木雕师刘正文合作，头一届规划深度宗教文化活动，木雕修复师体验即开放报名订满。管理局表示，未来有规划要甲台南的文化、工艺甲观光做结合，推无共形态游程。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
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塔利班将阿富汗的政权了后，当地经济即马是愈来愈歹。以粗废产业出名的小店，即马面对无人客，原本有80间粗废店，不过即马剩无4成。美荷兰开车去郊区，伊家己即间正细景的工作室，准备要生产一批新的粗废啊。این کاری که میکنیم این کار برای خودم افتخار است به خاطر از اینکه صنعت هست که صنایع دستی است 关于正式手伫咧连头牛皮，32岁美荷兰，伊每2个月会来开罗烧一遍。伊是伊斯塔利夫正济做灰仔的师傅之一。这个伫咧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北边差不多50公里的正水的店，长久以来就是做灰仔正出名。不过即马愈来愈侪做灰仔的师傅停工，受到塔利班国掌权的影响，阿富汗国家经济歹，灰仔的销售也歹。احساس جگرخونی میکنیم نباید بسته باشیم ما میخوایم که در پولیش دگاه یک دکان گرمی باید واز باشه 另外一位53岁做灰仔的师傅法奇里，伊讲因家族几落代拢是伫咧做灰仔，伊讲这条拢是开灰仔店的街，差不多一半的店收起来，产业的规模愈来愈细。虽然生意歹，不过法奇里也是坚持要甲祖先留来这间店收掉的。اولادای ما نظرشون در کسب پدری است که این کسب پدری ما هیچ وقت در حالت سقوط نباشه و کسب خود پیش ببریم 店内店外拢菜真侪，色彩真水的灰仔。以前也有真侪游客会来伊斯塔利夫耍一工，顺便买一寡灰仔，也有一寡是外国的观光客。批发商也无定期来遮，替旅宿业者经一寡新会。لنم خریده بردیم قدر توفه مردم بسیار خوش کردن. بعضی چیزا اینجا هست که اونجا پیدا نمیشه دیگه و مخاطر باز آمده. اینجا که بار می‌بینیم چیزای نو تولید میشه. چیزای نو تولید میشه یک ساختای 虽然旧的客户依然正喜欢伊斯塔利夫的灰仔，不过当地80间灰仔店，即马只敢若剩30间，还阁伫咧经，无愿意看到传统工艺愈来愈稀微。美荷兰即马依然坚持一工做100个灰仔。法奇里也希望有更加侪业者转来这个产业。公司新闻牛眼编辑。 墨西哥北部的东峡谷是美国大峡谷的4倍大，会当坐观光火车伫遮游览。9点钟的车程会浪过几60个磅空，还有桥梁。沿路嘛经过原住民的部落，还有独观的景点，有无同款的风景。这嘛，互国家第20次讲是世界上伟大的火车旅行之一。喇叭响，火车之路开始。 自边地慢慢爬起哩东峡谷正架的山壁，尤其窗仔门开开吹凉风，摕手机翕窗仔门外口美丽风景。这个观光列车雪皮自北部的西纳罗亚州要去奇瓦瓦州，9点外真久内面会过37座桥，286个磅空。真侪外国游客是专工来坐这个火车，体验原始的墨西哥风情。C'est aussi une façon de découvrir le Mexique. Bon, c'est sûr, le Mexique, beaucoup de gens connaissent les grandes villes like Cancun ou Acapulco. Maintenant, on veut découvrir un petit peu par un autre chemin. Donc, ce train, c'est l'opportunité. 列车的装潢无算正高级，也不过是逐项拢有，窗仔门正大片，会当互你看风景。餐车供应3顿加点心，一路是轻轻松松。也不过这条路线除了会经过顺坡的原住民的村庄、蒙明杰所落出生的地点，同时也是毒枭正创手的所在。实际起点洛斯莫奇斯就是有名的大毒枭埃尔在古兹曼2016年被抓到的所在。美国政府警告因的国民，去这个所在要特别注意绑架加治安的问题。这捌发生过武装团体攻击村庄的犯罪事件，让观光正受影响。也不过这文化跟自然景观也是正吸引人。 Afortunadamente, gracias a Dios, los grupos armados hasta ahora respetan al turista. No los roban, no los asaltan, no los agreden. It's a beautiful train and a beautiful trip, and it's not that far for us, but to be able to go to a place that's different and see Tarahumara Indians and enjoy the cuisine and. 79岁对美国德州来的马哥带规家伙仔，包括2岁到12岁7个孙，最近来这段特殊的旅程。伊讲，唔是要互伊的孙冒险，是希望厝内人拢会当好好体验人生。经过评估了，
相信袂经历毒枭火拼的战场。伊讲，当峡谷比大峡谷大4倍美丽风景，真正这世人一定要来一转。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国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外岛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